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姑刘浩明。今日福起来啊，带伊去一个地方，也地方四季都有无同样的色彩，同时四季都有无同样可以吃的东西哦。也都係人家講難忘上面的一粒珍珠，我哋高雄六季期的菠蘿。我哋今日佢用係呢係有相當我哋菠蘿沙期發生協會的理事長，我哋從香港哥來到我哋現場，同我分享講，伊當初睇菠蘿係樣嘅去做生意，同時菠蘿有乜嘅好食。好老了的地方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香港哥，各位觀眾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來自六季菠蘿中香季，大家好。香港哥今日佢歡迎來到我哋現場嚟錄樣嗬，因為其實我哋提講菠蘿嘅地方嗬，因為前一站嘅我哋因為南灣要開始開通嘅嘛嗬，大家要提講，哎呦我哋可以去南灣嘅喲，我哋大家要想到講，去南灣嗬，都真係要去六季菠蘿對咁樣開始入去嘛嗬，但是嗬，我想請問一下講，因為我哋想有幾多個觀眾朋友嗬，因為南灣停鐵橋13年。好，13年冇開放嘅，係咪聽我哋嘅節目開始以前，可能睇下講一下菠蘿係點樣嘅地方，以前點樣嘅地方，而家發展成樣嘅一個情形啊？哦，你下88歲仔以後嗬，你南橫公路嗬，都停咗好幾年嘅嗬，啊你開通嘅嗬，大概佢哋南橫公路嘅路嗬，幫你幾7條，啊太前嘅巴士遊覽車經過唔得，啊所以變成小車要經過。啊！你喺路邊嗬，嗰塊停車嘅，然後嗰時候嗬要打卡做埋事情咯，咁翕相嗰冇買蔬菜兩翕相，啊呢，所以然後都嗰時候因為南橫公路嘅，啊呢。但是喺南灣目前開通以前的菠蘿係樣嘅地方。以前菠蘿嗬，啊，還沒有88歲之前咯，菠蘿嗰像人咧屏東嘅墾丁一樣，咱們多年啊，係啊，路邊攤你買東西咱們多啊，係啊，啊嗰種人啊，像我本身都做7-11咯，一年都賣得7、8萬、10多萬啦，係啊，你啊一年賣不到10萬人元啊，這差咱們多人下噶，係呢。嗰時突然都講。菠蘿係因為當初南灣開始以後，因為伊算是一個入口嘛，哈，入口嘅地方。嗰時嗰度人啊，去南灣以前如果可能會睇個補給。對。這個還記得講，這個開始南灣一開始的時間，嗰時間差唔多對這時一到點都開始會有人睇去買東西啊。你做南橫公路會規劃哈，其實。菠蘿嘛有幾多原因啦，有那個野溪溫泉啦，有一個7根溫泉、石洞溫泉，還有溫泉坨，泡野溪溫泉唔是錢的咩？嗰種人都想去泡溫泉野溪，啊你個88歲再有野溪溫泉都冇體驗啊，安尼啊，所以我因為了人隔過少安尼，隔過少。嗰時幾時間唔等，頭有講到講有幾多野溪溫泉嘛，哈，嗰時有時間人家去南橫嘅意思都講唔單止啊去台東嘅部分，可能只是都留了一下，好，都去泡一下野溪，都出來過來嘅。嗰時等於講，其實人家可能常常會講去寶來泡溫泉，嘅溫泉係野溪的嗎？還是講你這個有一個溫泉的賣礦啊？沒有。菠蘿魚做是野溪溫泉咁咪多，3、4位咩嚇？啊菠蘿嘅當時嘅觀光業者，嗰好時間嚇，溫泉山莊有16家到10嘿，啊你啊88歲在從到3間啲經營添，冇買人客都錯啦。啊因為山莊業者嗬，我點解合法化賣？啊所以個難經營嘅，係咧。嗰時早期有16個案度，16間。哦，表示講嗰時嘅離行嘛幾多咧嗬？咁一般來講嘅話，寶來到底係一定樣嘅一個族群嘅一個村莊啊，而係好多人客人原住民混合嘅係咩？菠蘿好那個奇怪嘅所在啦，菠蘿呢個行業嗬，差唔多佔咗3成啦。哦，菠蘿一行業3成。好多人差不多6成啦，原住民差不多1成左右。菠蘿魚做是誒，而家南橫公路嘅入境口、必經入口啦。啊，台東過來人要一定要休息的終點站啦。所以菠蘿魚做幾好做生意，咱們都人客安尼。都有講到講，菠蘿有6成嘅好多人嘛，嗬，3成嘅客人，1成嘅原住民。原住民係乜個錯啊？原住民他是大部分都布農族，大部分布農族，桃園區的。
台本的布农族。哦，桃园这边的布农族。桃园区，啊，你隔壁都桃园区的咩？宜州是桃园乡，啊，两个都桃园区。哪里？如两个高雄市变成讲高雄市跟高雄县合并以后，对，好多变成企业嘛，变成企业，错。咁像这边的行业呢吧，嘿，我哋这边的行业哈，还是对北部晒下来呀。部落的行业，大部分都北部下来做几多，几多年对北部下来。但是像苗栗啦、新竹啦，你这个嘛喺北部晒下来。这个是新竹人，新竹人系那个琼林乡鹿寮坑的人，鹿寮行的人，鹿寮行的人，好。可是你这个係對阿公這邊晒，幾時佢晒下來咩？當時我聽我爸爸講吼，阿公咧，佢都對阿里山的糞球啊，做咧樟腦油的師傅啊，做會計。我聽我爸爸講吼，阿公吼做會計要記帳嘛吼。看到佢條架吼，記帳看到安和村啊，帶到參戰嘅一家都上我哋六鬼吼，桃園張山啊，就自己當老闆啦。所以一家都。我爸爸繼續3年佢都帶下來，係呢。好，故事幾時隻阿公嘛？其實幾時隻有幾多年到阿里山去腳路啦，吼，糞球那邊。係啊，你嗰邊係做會計，但是你後來你曬到爆來，這個做六鬼，做六鬼，有個樟腦樹在張山嘛，桃園張山，佢去張山腳路去啊。故事伊這個會腳路，其實咁要腳路。伊唔單止係會計，嘛好腳路。係，佢嘛要腳路。故事伊能做腳路做到差唔多哪久啊？唔記得。他們19年。19年。19年，係，那佢是開差不多係咪？沒有，腳路啊！我記得我個球館啊，要開差不多點啊。我球名啊，要嗰陣。長到咁咪鬧咩？我球館冇風險嘛，冇風險我球名重點嘛，你家己點答個阿婆做啊你啦。因為老闆娘貼獎嘅。老闆娘貼獎嘅，我球館啊，要嗰種講冇風險嘛。唔會變拋頭露面。我點到電幾個我本阿公阿婆食嘅。好。咁咪神奇嘅。咁咪神奇嘅理由。係啦。你做差不多點啊？你唔放心，唔多菠蘿嘅時節啦，嗬，嗰時節菠蘿嘅情形點樣嘅？當時安尼啦，我爸爸都差不多點開就開到碾米廠嘛。碾米廠我報來記錄無人賣米啊。我買差不多高中畢業吼，我都要騎奧多麥啊，送米送到寶來街道啊，挨家挨戶的對戶口啊。所以送到6年吼，我都一家都想講來報來開店安尼啦。跟這個寶來王永慶呢？沒王永慶啦，因為人講王永慶發跡的歷史嘛，還是以前送米的嘛，哈。送米啊，伊這個最厲害的講，伊要記得嘛，人的米差不多，我是迄個哦，如果伊冇嘢係啊，你寶來王永慶啊。差不多去到橋到外咩？對，挨家挨戶對戶口啊，差不多年米我買嘅啊。你當時我報了然後開始過。你規去到報來過吊橋嘛，冇買送貨送貨嘅人啊，如果用橋橋到尾站咪多安尼。嗰幾時報來，幾時有南橫公路了嗎？還沒有吧？那個還沒有南橫公路，當時還沒有南橫公路。佢幾時喺報來喺啲西莊嘅係咪？報來一個小莊啦，以前報來也沒有國小嘛，所以先老龍國小分部。嗰幾時我想到講去啲安尼嘅地方開業嘅差不多。沒啦，當時是。爸爸都送米送到菠蘿去咩？菠蘿一個黃先生啊，吼，黃義曲先生啊，叫我買鐵哦，一瓶賣你1萬塊。我爸爸就買，一瓶450塊。係啦，買100瓶只有45000塊。差不多。100瓶啊，100瓶都收啦，係啦。哦，買好了。咁23歲到菠蘿以後，哈，唔記得。一到4月時節，我哋南橫路開通嘅。我記得是他們結中民國59年畢業嘛，我都到南橫都差不多開通了，對。我爸都去買個蔬菜嘛，就蓋個房子嘛，我都過去，我爸我住本我蓋個店，我住本奧多麥店，我講冇奧多麥店我。佢係為咗無所所吼，啊，嚟冇嘅啦，啊，我講啊，一家都去開店安尼。啊，你幾時開乜店？買開差不多店？沒，講開是網頭家咩？哦，100年嘛吼，
都卖玉米啦，卖白米啦，卖鸡的饲料、猪的饲料安尼，错。嗰種即等於講，唔幾時前買嘅東西最主要嘅消費者都算是部內村地部嘅人，買米啦，買嘅買米啦，買俾遊客嘛。當時還沒買遊客嘛，當時南橫公路還沒有幾多人哈，還沒有打通嘛，是買當地的那個農業家咁啲，嗰度協助嘅人啊，係啦。咁幾時就開始慢慢的南橫公路越來越多年的時間，你就開始改變買嘅東西。對啦，當時南橫公路多了是幾多年的時候，我都26歲脫嫁的咩？我朝都講我買雜貨店，再進個雜貨店業安尼，所以開始買那雜貨店安尼啦。一般來講嘅話，你幾時就大部分人睇幾片，入南橫冇得出南橫，大部分人買乜嘅東西個多啊？當時銀行開店，生意怎麼好哩？當時個沒有收銀機啊，抽屜都管唔得啦。你銀行緊排隊緊結賬，排隊緊結賬，生意怎麼好哩？一個都賣700萬嘞。買乜嘅喏？特別當時吼，我聽劉講咩吼，有那個野溪溫泉啊，咱們都以為露營啦，為露營吼，那個露營帳篷。很便宜嘛，這麼便宜嘛，所以他講會都用於露營啦，露營順豐都泡野溪啊，所以嗰種人都會買那個鍋子啦，一些那個露營的鍋碗瓢盆，冇帶來都先送買，冇帶東西報來買就送啦。我哋都向幾個嗬，同人哋分享講，幾時節喺南橫目前開通，以前啲報來都係很樣嘅，因為以後要記憶地方嗬，你對營養強時都多報來，慢慢的喺我哋南橫公路開通以後，你都看到南橫公路開通之後嗰種豐富嘅一個狀況。休息一下哦，下個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福喜來嘅，上節目來自愛登部內社區發展協會嘅總向貴哥來到現場，同我分享講一啲部內嘅一啲前後無強嘅地方。我總想問一下向貴哥，因為其實愛登地講，其實部內除咗愛登咧野溪溫泉以外，有幾多個特別咧講，愛登講電路啊。伴手禮啊，其實喺嗰啲譬咧，聽從嘛帶來嗰種賣嘅，但是我哋講其實唔即刻碌卡本帶如果做賣係咪？哦，你個有嗰度原因啦。當時我阿公咧做張三局咯，啊，佢順豐都嗰度嘅美術啊，當時我阿婆如果看到美術掉喺天內嗰種大送去嘅，阿婆都會去問講賣喺度用嘅爐啊，爐啊幫阿公帶便當啊，安尼啦，跟便當伊每日我差唔多2-3日我就略貴一下嘛，都行路行到2日3日安尼啦，所以順豐帶便當，所以個爐咪幫阿公帶便當，而阿家啲便當叫真係好食，快又唔會出水嘢安尼。冇錯，係啦。即時間日本人嘅便當地位啊，冇乜個菜，但是佢漢堡地位如果有一點賣，係，但是佢賣嘅如果好賣真係差幾多。可是你即個幾時間阿婆？係即個本地如果魯梅，還是講係當地人學嘅咯？當時我感覺魯梅嘅東西，我媽媽種要學到咩？我自己阿媽媽都學到魯梅咩？我哋冇我媽媽用嚟做，問嘅報來嗰度你做人媽會多啲魯梅，我會請教大家。當時80歲以後我覺得我生意過冇好嘅，我都去奇美社大學嚟個魯梅嗰度嘅那個。技術係攞嚟做魯梅嘅sản xuất。好，嗰時本來如果魯梅啦，但是後來要再學嗰度嘅技術和開發無缺用嘅產品啊，用紫蘇梅、檸檬梅啦、茶葉梅，我加工好啲東西。係我都想講，以前會有咁多嘅功夫去做呢啲梅嘛？其實以前魯梅個簡單，個簡單，都當鹽糖啲啦，鹽糖真係簡單，對。咁唔睇咪同人哋體育設計下講，咁種譬如講，你而家看到嘅長梅嘅嚇，啲梅嘅樹下來嘅，第一步我哋用嚟處理啊。
你要梅的东西这么奇怪，来讲哦，咁梅子哈，从那个6分熟哈，就摘下来哈，做梅精。哦，做梅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好。可是没完全熟，没完全熟过。6.5分熟就要做梅精。7分熟我们就要做脆梅啦，做脆梅啦。哦，不铁棒去做唔会脆梅，唔会脆啦。那个8分熟、9分熟就做一般的紫苏梅、柠檬梅啊，好茶叶梅，过 Q 啊，过 Q 啊。梅子比如说10分熟要做梅酱梅浆那样。味道就过这么香啊！你意思是讲6分的时间嘛硬硬，咪有一些涩涩硬硬，啊，然后7、8分的时间都开始有一些软软的，稍微软软的，稍微软软，因为同我们可以讲我们紫苏梅嘛，什么8分的嘛，来做 Q 梅叶。但是完全熟的时间，完全软软的时间，软是的哦，有梅子香的时候，你就要做梅酱叶。好，等于如果其实各种讲。爱一皮货，爱开始做，我哋讲梅精的话，好梅精的话，你开始做6分的时候都摘的，6分熟半，都会摘下来。要摘下，差不多无过太料都会摘下来。如果会用手工啊，把它敲开啊，把那籽拿掉哈，都用那个梅肉去打果汁，不加一点点水，冇加水哦，都会做果汁啊，都煮啊，煮他们都72个小时才变成梅精，要煮哦。哦，你煮了都可以变梅精呢，还是把它再冰啊？不是冰，如果煮72个小时，火小火慢慢熬，安尼都做梅精安尼。咁梅精一般要用的是啦。梅精一般从那咱们笋咩？我们就用小牙签稍微挖一下，含在舌头里面都过好呀。不用下意下都笋多，这么笋啊，安尼啦。嘿，咁听嘢呢个脆梅同几种乜嘅我哋讲紫苏梅一样嘅种咯。紫苏梅、老柠檬梅、茶叶梅，该做法都差唔多。好，你话卤盐咩？卤糖嘛？卤糖，有生熱條安尼啦，生熱條都2、3日，都卤糖嘅安尼。生熱條2、3日表現完嘿，係表現完嘿。係，咁都我拿鹽冇？鹽我拿出來冇？梗唔是拿出來，可是都唔是像梅精一樣。第一次人哋梅拿來洗乾淨嘛，都。泡鹽水，泡佢2、3日。哦，泡鹽水泡完到3、4日用3日，等到熱條過後，就拿出來曬太陽，差唔多曬2日、3日安尼，都當嚟卤糖安尼都好嘅。好，其實都喺度嗰度那杯檸檬梅、紫蘇梅都喺杯糖。喺杯那個是在後半段，他們都梅子可以吃的時候，拿來調味，紫蘇啦、你要檸檬啦、鳳梨啦都可以。調進去安尼。咁一般來講嘅話，一年地方梅嘢推出嘅時間係乜個時節啦？梅推出嘅時間差不多清明節前後。哦，清明節前後都差唔多4月，3月到4月初。3月20以後都做脆梅過後。哦，都做脆梅的，嗰時都8分熟嘅哦。7分熟的時候做脆梅。7分熟的時候做脆梅嘛。每年的3月20號以後，都做脆梅，咱們都好啦。跟你講說，他們清明節以後又做唔得做脆梅，做的唔會軟軟的，不會脆的。都變成可能做梅醬誒。做沒有梅醬要都10分熟才多梅醬，7、8分熟是做 Q 梅，都紫蘇梅、檸檬梅那一些東西。咁而家一般來講嘅話，菠蘿嘅梅喺那邊種嘅咯。竹林休閒農業區喺山上都，差唔多咁多梅啊。等於講啊，等這個沙期有生產乜嘅農產品，等沙期都可以把它變成。幾好嘅一啲算是銷售品，一般的遊客來買。哦，有啦，我哋沙期好處嚟做梅子的產品會銷售給觀光客嘛。冇錯。幾多呢？係啊，每個包嚟嗰種每年都出國表演啊。其實，等於如果沙期同福建嘅一種
关系非常的好，非常好啦。因为那个玻璃各种的高中吼都爱好朋友咩，国小都大家好朋友啊，所以我都爱做理事长啊，会跟他们互动啊，咱们多啦。因为我们提供其实我们也现在嘛有个特别的，係盧竹筍，卢竹顺错，盧竹筍係我有想到用盧竹筍，因為竹筍我哋南部來講，我發覺人貴少看到盧竹筍，也係咪算是北部人為食的喏？你睇竹筍其實乜講嘅乜這麼簡單啦，哦，竹筍要細細啊咩，啊切啦都安尼太細塊，都安尼愈養愈好嘅咩，愈了2-3日就變水嘅，都拿來係來愈那個你那個。人家講嘅挑絲啦，挑師傅，咁一般嚟講，盧竹筍安樣食啦？我哋喺做筍幾簡單啊！如果你想嘅食簡單嘅然後都撈起來，然後用電鍋啊去蒸啊，不用啲蒜條啊，你都係冇食嘅。啊，如果你要煮魚湯啊、排骨湯啊、3層肉湯啊，咁樣乜鬼都調味鬼好啦。好，因為我只是嗰時候看到我哋南部啦，我哋南部嗰時候盧竹筍，係嗰時候我哋特別講到，盧竹筍呢件事情，唔係喺咩對我哋北部嘅朋友安尼留下來嘅，因為我哋講其實我哋更加算是部落，算是嘛算半高山嘅地方啊，然後其實我哋高山高麗菜其實夠有名，啊有時間也經驗睇出啊。高麗菜我都大擺都到了，高麗菜貴便宜的時候，我都看到大松葉啊，一顆不到10塊啊，我都拿來做個高麗菜酸啦，把那個高麗菜的中間那個芯挖掉就不用鹽下鹽咩，都幾粒安尼，不用個湯嘅，不用10個粒落安尼，不用2禮拜都酸嘅啊。哦，嗰也係唔知㗎，同埋學嘅咯，有啲東西太搞是。嗰度你玻璃嗰度假煙人嗬，嘉義的人啊嗬，其實嗰度會做嘅咧，做嘅時時，你喺高麗菜酸嘅東西啊，我會搶高太假容易搞錯好多嘅啦。好，嗰時等於你講其實他講你交換技術啦，交換技術啊，交換啊。你初初嘛有講話，即係嘛要奇美社大奇美社大好用嚟做其他嘅，從佢係一種用嚟課程，那是一個怎樣的課程啊？奇美社大的奇美社大叫餐飲課，餐飲課，係佢教人做嘢客家菜啊，做嘢客家小炒啦，啲米濃味，係啦。係啊，你即個更加來講嘅話，譬如你即個要按到產品嘛，嗬，你即個賣最好嘅嘛嘅？賣最好是，你賣最好就差不多脆梅賣得這麼好，梅精啦，還有一些紫蘇梅、茶葉梅賣到最好嘅啦。但是你即個按你來講嘅話，唔等於如果開始磨嘢太出嘅時間，你都會磨痕嘅呀。特別磨嘢太出嚟，都過會磨痕咗，係咯，因為嗰當然嗬。會做梅子嘛，冇來俾我買咩，我會用應該自己就開 7嘛，宅配很方便。我先把它要宅配寄到貨到收款過方便。有幾多宜蘭啊、花蓮啊、台北、新北市都有啊。咁問題係一多年嘅段，你都看人全部叫他天數做冇嘅咩？因為太出嘅時間都一幾段時間啊。差唔多我一個生日禮拜六會做人天數，而家。鄰居嘅農人幹嘛會來天數啦？就做出面一定要每一顆要敲嘛。係啊，而且而家季節又按集中，對，錯冇吼，因為講一開始出的時候，真係都差唔多2-3個禮拜，後就開始變樣了嘛。嗰時等於你講唔能我搶時間去處理這些梅子啊。差唔多1-2禮拜時間啦，個磨痕是錯啊。嗰時見面見我發現到個阿人咯，我哋食到安尼香香脆脆嘅嗰種脆味吼，而家做法係安尼，休息下哦，下一段節目啊同埋嗰度好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上節目來自我哋布萊沙期發展協會嘅理事長，我哋從香龜哥來到現場，我哋分享講點樣去做脆梅。我想問一下香龜哥嗬，因為頭先有講到，其實你即個係布萊沙期發展協會嘅理事長嘛，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說明一下，而家發展協會係點樣嘅開始啊？而係做乜嘅勢頭啊？你我布萊發展協會，咱們好嘅東西都。
照顾老人家啦，照顾老人嘿，家，老人家啦，因为来老人家吼，休生个就恁5杯存钱咩？啊，用老你无人照顾啊，啊，俺恁xã區都講啊來做啲個措施來照顧啲老人家，啊有寫計劃，然後政府用點經費，啊呢，算是社區關懷據點嗎？有時候一個關懷據點，對，啊有社區媽媽來煮午餐給他們老人家方便啊，啊，咁而家來講嘅話，你的服務老人家，他有多年啊？你下差唔多係照顧到28個老人家，差唔多你規起10個多嘅社區啊，嗰多年啦。誒，從咱嚟講嘅話，等於如果其實人家對部落嚟講嘅話，嘛同我幾多位藝人，幾多位社區咁樣，人客後生人大部分喺外面工作嘅，喺外面工作呵，嗰時留下來老人家自家嚟種屋，自家種屋，嗰時等於如果其實一種人平常佢需要他個人來有去照顧啦，天數照顧嘅意思啦，嗬。啊，你本來伊個理事長做半年，都伊咪無人會接嘅，啊老人家都會拜託我來接啊，佢講我做社會呢無買重點過限啊，啊拜託人來接，啊我都來接看啦，啊所以我佢是接200一天啦，佢做200一天。咁一般嚟講話，除了社區關懷據點以外，你哋有乜嘢發通啊？每個禮拜1、禮拜3、禮拜5吼，我請外聘老師來教老人家做運動啊、有氧運動啦、拉筋啊、推拿一些照顧他們的身體嘅東西，這麼多啦。有一個專業老師來指導。咁按你嚟講嘅話，對人嚟講，你的社區關懷據點可以多年嘅？你睇我知道差唔多開咗4年添啦，開咗4年嘅，4年添。其實嘛算幾久嘅呢？都這麼久嘅啊！係啊！啊，我哋社區嘅媽媽，大家媽過認真，過很好配合啦。大家煮午餐給那個老人家呢，過奉片。係啊！咁從對人嚟講嘅話，除咗我哋嘅據點以外，你哋話有乜嘢？我有譬如講，你哋話派乜嘢文化活動冇？文化活動冇？當時我哋吼。我哋前兩年可能帶老人家去日月潭撈啊，啊去看人家的設計怎麼辦活動啊，就互相學習啦。啊老人家做一頓茶唔是錢的啊，就董紙條吃飯啊，不就吃便當啊，呢，這麼歡喜。最主要有人帶出去聊啦，有人帶出去聊，真是。然後又唔是搬錢的，冇錯。然後又有稱出去聊，對吧？啊做呢又好多紀念品啊，安尼啊。你這個接理事長都今日來講嘅話，還好嗎？做得幾歡喜啦！一看老人家吼，安尼大家咧笑容啊，大家咧互相聊天吼，老人家會互相聊天哦，媽這麼好嘅是素菜啦，集中在一起，給他們上課安尼這麼好啦。因為其實我是認為啦，譬如像波來啦，安尼講，安尼個偏山區嘅地方吼，其實有幾多服務啊，其實係冇辦法達到那個地方，可是真的是要社區自家啊，吼，來服務自家。社區自己服務自己，對啊，那有個志工去協助去照顧社區裡面的老人家，其實係最完整的，係啊。你我本身哦，會好動嘛，哈，會常常到高雄啊，有一個好朋友，一些商圈活動還會參加咩，還會把這個訊息給他們知道，說我們社區需要什麼協助，啊，他講如果要添書啊，你啦，要添書啦，你啦。係啊，因為其實係最重要啦。啊，所以我前兩年有一個水土保持局哈，現在改成水土保持署嘛。對。我就拜託伊咧長官哦，來個天書講老人家我來做一個活動哈，那個敲敲打打嘅，木下一個木嘅啦，打來敲打來做表演啊。就講喺線上哦，1點鐘4點完嗰度，要嚟做啦，要嚟搞啊呢。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很滿。我一間還好啦，其中哦做社區的服務嘛。我記得我離做我喺生意咧，報了某幼稚園吼，我一家會攀過幼稚園，我一家攀哦，搶兩個線上啊，一個月18000，我給他付每個月2-3萬6，我做1年呢。我一家生意咧某幼稚園和讀書咩，我一家咧攀幼稚園。嗰陣這個攀幼稚園，嗰個時間有一堆生意來讀啊，有28個生意呢。都表示講，其實幾多年有呀問題。沒有，我當時我做差不多點嘅人吼，嗰度老人家，嗰度你的家庭啊，我照顧小孩不能去工作嘛。我講啊發心啊，我就做
为了俺这个生意，为了他个生意呢吼，就办幼稚园啦，办到一年办到怎么成功嘛？然后因为你是办了你的生一个月那个生意呢一张哈，一个月只有收300块的点心费。等于如果他个人有撑呐，系啦，他个奉骗啦，做前营业哦，都照顾他们的小孩啊，怎么家庭咱有事业吼，如果就卖东西咩？冇错，你按你想法天啊，够简单啦。其实你等于你讲，你虽然讲这个还可以差不多，但是其实唔系我想到讲，其实同样伊咧装嘅地位，他个人其实互相照顾啦，互相照顾啦，吼。让经济有回转嘛。你赚到钱就要买东西，冇赚钱佢差不多冇钱的啊，不按你道理咧，够简单咩？咁几时间你这个开幼稚园，你这个开奈咯？俺开了当时俺咧有个社区据点呐，俺当时俺咧老在社区理事长借他的场地，一家买竹的买叶买灯的落去，抢个2个先生啊做营业呐。咁侬能拍营业的，侬买个东西买能拍营业的。咁做拍营业错啦，明个去我们的区公所哈，当时个乡公所嘛。乡长看到俺办毕业典礼这么成功哦，然后来接下去啊，好，可是换的区公所来办的，公部门就开始接手了，对，接手了。而且我奇怪啊，你这个能做1年，我们1年就毕业了嘛，哈。后来有公办的那个幼稚园的托儿所了，政府办的本来政府冇去办啊，政府判冇学生的啊，又冇经费啊，安尼啊。对于讲，唔判的都提供的，至少有现成的28个在这里。对，28个，就顾你那28个家庭的生意。冇错，系啊，生意的有人照顾，太年上咱可以工作。你多按多年的没吼，他们30-40年的没吼，俺生意都40人岁啊，我揾到来照顾老人家都错了，那个心态都一样啦。安尼啊。可是你这是黑的，就讲。其实这个唔单止看到菠萝的一个改变，同时嘛看到其实蛮些这个年轻的时塞到菠萝去，然后摕个工作，摕个赚钱，人家落的时间，其实应该讲嘛开始去回馈宝来啦。回馈宝来，对啦，因为我感觉吼，对待提防赚钱哦，如果回馈当地的那个回馈该心理的相关安尼啦，因为吼。贵东俺的节目一开始讲，其实俺的地讲俺的南横啊，哈，已经停了13年嘛，哈，其实都不准进入，然后也今年开始开通了，但是虽然说有限制的开通了，哈，那至少我们的已经可以对宝来，哈，行到我哋咧台东嘅海端去嘅嘛，哈，咁从有开通同冇开通以前，生意差几多？生意哦，当然啦，你冇开通嘅时阵吼。就该报了一个好处啦，因为没有开通的时候，该多路快了没？有很多工程进驻哦，所以可能做差不多点样人啦，就没有游客，也有就是当地的工程人员的消费啦，所以差不多还很过得去啦，好，可是如目前开通以前有工人，工程人员啦，因为佢人家开通之后，你有个多吗？游客有比较多嘛？有，当然啦，比个做工程人员，那个南横公路通嘅以后，嗰度人客每年冇嚟咩，大家咪好奇嘛，或者行啊咩，安尼啦，只是没有比那个88水在以前这么多人啦。哦，真的哈，冇按多人啦，人流还没有恢复，没有还恢复那么多啦。你看南横公路快过这么多景点啊，冇办法停车打卡翕相啊，所以然后都过少入来。你見過而冇入來啦，專門嚟撩人過萬多嘅。好，專門來撩人冇萬多啦，因為人家南橫也是限制性的開放啦，因為嘛還管制性的開放。係啊，嗰時候都等於講，來撩人有誒，但是講還是沒有那麼多。咁一般來講嘅話，譬如講，我哋入南橫買嘅東西，同我哋對台東對海端過來，南橫嘅對於我哋呢南橫出來的人買嘅東西有冇同樣冇？台東過來嘅人啊，有當時人啊，當時會買人吼，是當時南橫公路還沒有88站嘅以前吼，然後會過多是南橫嘅遊覽車啊，會到報嚟過夜，每日差唔多3-4台遊覽車，所以報嚟就加過多人。啊，你冇遊覽車係咪？那個過夜人過少真的是差在這裡呢哈，真的是如果為了高壓泡溫泉，好，聽一台就能出發，出發，好，嗰時真的
你都冇留下来啦，都等于都过路客而已了啦。真係多啦。好，咁睇節目嘅最乜啦？有乜嘅下面同我哋嘅觀眾朋友宣傳一下，寶來有什麼地方好玩的？哦，寶來吼，然後咱們好了，實在是，以前是有那個野溪溫泉嘛，然後抹吼，現在有一個小關山林道，它那個海拔差不多1600哈，有時候可以過避暑的人過火的人啊，有很多那個吉普車哈。現在以前那個野溪不能進去哈，你會推那個吉普車啊，會進去那個野溪溫泉地方還這麼多人呐，哦，有一個10坑溫泉啊，13溫泉啊，吉普車當開得多人，這麼好啦，這麼高等於安尼了。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，我發現到講其實下一擺嗰種有機會來到我哋南部嘅話，寶來係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哦。今日感謝我哋理事長來到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。好，感謝主持人，謝謝。好，感謝大家朋友，謝謝。休息一下哦，再聽下啲時常來強下運通哦。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